不是江瑶吗？嗨，好久不见。我剪短头发了，我本来在新娘那边的，擅自跑过来和老同学喝一杯啊！新年快乐！谢谢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怎么了？喝酒啊？老同学见了不得喝一个呀？是啊。干杯！哎，江瑶，你在国外混得怎么样啊？听说你混得是风生水起的，我可想念我们那个时候你们组乐队的那种，哇！要不现场今天再……哎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没有听见哥儿几个的心声啊？都说是心声，我怎么听得着？我想大家是想让我们弹唱助兴，像以前上大学那样。对，我唱你弹啊。弹不了了，这么多年不弹手都生了。你俩金童玉女，男的凑一起，不来一首不许走。没错。来，就是，来，请，来，走，走起！来，同学们，掌声在哪里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要不然算了吧。来一首，难扛好吗？请相信未来一定更好的，路再远，我们一起去走吧，在田野花海中搭建一个家。上次录音你说的那个深刻的爱情，就是他吗？你们为什么分手啊？分手还能为什么？就不爱了呗。那是你不爱他，还是他不爱你呀？我一没名，二没利，就会做两句破诗，写两首破歌。这女孩凭什么喜欢我呀？反正我觉得你是个特别好的人。会让这一根筋到底哪里好？他心高气傲，但其实不冷酷，好像跟每个人都保持距离，但其实他比谁都暖。吹拂着你的头发，我就是不想看你再受伤害，你就不能跟他说清楚吗？你是不能当面跟他说，还是压根儿就不想说？这是我的10年，不是你的10年，也不是你们任何人。我连犹豫和迟疑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你跟我什么关系啊？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了，不是你想要什么答案我就给你什么答案的时候。你在茫茫大海里撒下鱼饵等着我来阳光，你买我的书写自己的名字，为的就是让我来找你，你吃定了我，你要的就是这份成就感。你可以不来找我，但是你来找我，说明在你心里有我。谢谢大家。